乡亲啊，刷来看这个新竹市的棒球场，什么时阵要全面来整修？最近是正咧吵闹。新竹市政府今仔日来成立着棒球场体检会，邀请11位的专家学者来参加，其中佫包括着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，伊有土木工程的背景，特别拜托伊嘛来提供着专业的协助。李鸿源讲，其实这是一个单纯的专业的问题，即摆煞互吵甲变政治问题，真遗憾。很遗憾它其实是一个蛮单纯的专业问题，现在已经被炒作成政治问题。尽快专探的这一些 sample， 我们就进到实验室里面去，这个一定会很公开的把整件事情呈现。那至于开挖出来取的这些粒径级配，其实就很清楚了，下面到底埋了什么东西，它有没有照当初的设计规范在设计，其实这东西就很清楚了，就不用在那边猜来猜去了。棒球场体检会召集人是新竹市的副市长蔡立清，伊伫个记者会来话讲，会赶紧让市民看到全新的球场，但是也是无法度有明确的完工的时间。尤其各界真关心的，是不是会甲球场甲挖开来改善欠点的所在呢？蔡立清讲，会由工程的检测单位来执行，到底要采用倒一种的方式，爱个共同来研究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